咱来甲祈祷。非常地，阮感谢你，你保守阮出入拢得着平安。一个5月头一日，阮做伙搁一摆来伫你面前敬拜你。阮恳求你，通过你的话，互罗卜所讲的，有利益伫阮的生命。求你的神伫阮的中间，祈祷奉耶稣的名。今仔日我的题目实在是4篇71篇的标题就是老人的祈祷。这甲我顶礼拜生日有关系，特别甲你讲啦。我88生日我普通真罕伫咧做生日啦，总是即摆较特别，连囡仔日子都拢倒来。我要甲恁讲一项80岁以后迄个心情真奇怪啦！恁知影我拢有咧收水。我礼拜日生日80岁，拜一我去买一张新的 pass。咱的收水店会80岁以上会使买迄落去收水一日1箍若定，那是算足俗啊！一摆买20箍一张卡，你会当去20摆，去1摆算1箍。伊问我要爱收据，我讲毋免啦。伊讲我会寄互你，爱寄你。伊讲咱足趣味哦。我4月25，今年的4月25去买，迄个 pass 的迄个，一直到4月23的2025，才会无效 expire date。我看着足奇怪，我20箍会当收3年哦，这敢若有即个代志？所以我去假日去收水是要改因讲这是 CD 的 policy 啊，因为恁80岁人会过来收水惊恁念伊来念伊无来安尼，所以时间甲恁创较长啦。这20箍我20箍会当用3年啦。我大概1个月就用了啊。因真体贴啦，体贴遮老大人20箍你老实小时收20摆，伊敢若看80岁以上的人无才调收20摆款，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我老实讲，最近因为知影即个代志，我 internet 定定咧看老人 aging 的代志这 YouTube 甲 Facebook 真厉害，你开始看，伊直直送物件来互你看，拢总甲 aging 有关系。我读真济，真济人咧讲人老的心情安怎？我看一个我上喜欢的讲人老的时的心情，我讲互你听，这是我感觉上喜欢的。伊讲迄袂输你有一碗足大碗的迄落 cherry， 你放喺你少年的时，迄 cherry 足济的，你学袂食，真讨济食，嘛分人食。你到有一个年岁的时你看你的碗底的时感觉讲哇，cherry 剩即几粒就定咧即摆去爱较注意的，即摆袂使学袂食，即摆我2、3日前，我有一个朋友对台湾来，我去甲伊坐。我已经80岁，伊念伊要80岁，搁2、3个月。阮2个拢捌一个萧清文牧师，就是萧美琴的爸爸。萧美琴爸爸86岁过身。阮2个毋知当时讲若甲萧清文牧师，咱拢剩6年啦，定咧。你甲想起来迄车位剩6点啦，定咧。1年1了剩6点来咧。我讲这我今仔日用4篇71篇，这篇的4篇叫做老人的祈祷，做老人的祈祷。我伫这篇4篇的内底这篇4篇的作者是啥物人？无写。真侪人讲是大笔写的，总是伊无写。我咧读这篇4篇的时，我讲这会当适用伫所有的人。
这篇诗篇是啥物人写？毋知，总是知影是年老的人写。伊拄仔咱所读的圣经，伊讲，我年老头毛白的时候，你毋通放手。所以是一个年老的人写。啊，伊咧讲，我较顶来对第一节咱开始看。今仔日拢做24节，我毋敢互思维读伤济，所以我紧一段互你读就好。24节我要拢看，咱来看。啊，我要甲恁分享，即中间我感觉去讲着我。啊，恁往哪去想？即个描写有，我相信真侪人会同感。所以咱来对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伊讲吼。上主啊，我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着我想我摕来用这读较好。上主啊，我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着。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透放我，暗耳孔听我，救我。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互我通时常伫遐。你已经决定要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这个开始这4节。是即个诗人的信仰告别，伊的信仰告别，伊年老活倒转去看，伊拄着啥物代志咱毋知，毋过伊有感觉上帝拢有咧个照顾。伊讲上帝，你是我的石盘，你是我的堡垒，你会当互我靠。这我看到等于我的一生，我会当同感。我伫即4节的中间，敢若一项提起我袂同感的，就是第4节吼。伊讲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照我所知吼，我的周围即嘛是无啥物不义的人。我无嘛无迄个人讲要用不义甲残忍的手头来对我的。所以即4节吼。上尾的迄节我无啥会同意以外，3节实在我相信你若想你过去，你嘛会当同感。啊，不过若有较不幸哦，你若有迄个歹人要迄个，可是你换咱4节换咱爱祈祷啦。但对第5节看，第5节到第9节，伊讲至高的上帝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我对歹人就受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我要不时称赞你。真侪人看我做奇怪，毋过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的嘴充满对你的称赞，规日归荣光互你。我年老的时，求你毋通放杀我；我气力衰烂的时，求你毋通离开我。这个诗人吼，这个年老的诗人，你活倒转去看，伊甲上帝讲：你对少年的时，你著看。伊讲，伊第六节，伊讲：我对老母的歹年的时，著受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我要不时称赞你。这个第六节吼，对我真正足切身的感觉。我毋捌甲小丽讲这项代志。我细汉的时候，阮阿嬷甲我讲，阮老母嘛有甲我讲，后礼拜是无真济。阮老母甲我讲，我要出世的时候，阮阿嬷甲我讲，我的头壳伤大粒，袂当出来。啊，医生想尽办法。啊，阮迄个时阵住伫台北附近的新店，较草地的所在。遐医生甲阮老母讲吼。到遮来啊吼，你爱拣一项，看是要救老母，还是要救囡仔，你爱拣。啊，照医生迄个时阵是吼，若要着牺牲囡仔啦，迄我吼，迄都要牺牲囡仔。
阮老爸甲阮阿嬷甲我讲，阮老爸甲老母，阮老爸迄阵是做因真拍拼到上帝面前甲伊换去台北中山北路遐一间日本人，迄个时阵战争中，所以对新店，即马坐捷运是紧行。迄个时阵对新店要去到台北，迄一定是真不只大代志，佫一个要生囡仔的妈妈安尼去哦。我毋知影因安怎去，无人甲我讲。总是去遐了吼，讲医生想尽办法，毋知用啥物机器，讲甲我抱出来安尼。阮阿嬷是甲我讲，恁老母吼，真正迄个时阵是，我读到即节的时，我感觉吼，这咧讲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上帝照顾的。我伫牧师的家庭大汉，阮牧会教的，若有人生囡仔，查甫也好，查某也好，酒杯常常写讲，某人得到一个查甫的查某的，母囝拢平安。恁要听，有人拢安尼写，母囝拢平安。我读到迄句的时候，对细汉读到迄句，我有足深的感触。母囝拢平安是真感谢的代志。迄阵啊，迄个医生，阮老爸父母若无想办法甲我带去台北，母囝都无平安啊呢。因为这上帝恩典哦，所以即个代志对我的冲击不只大。第七节，伊讲哦，真侪人看我做奇怪。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实在足花啦，我家己知影。真侪人看我做奇怪，阮爸母当然袂了解我是安怎会安尼。老实甲你讲，我嘛感觉家己真怪怪，我奇怪我哪会安尼做，也是我哪会做孽呢？我家己嘛，我无要公开甲你讲我做啥物代志啦，因为这确定啊，当倒会放你 YouTube， 我袂当后白讲。我做足侪代志，阮老爸头家惊。实在讲，我家己嘛奇怪，我哪会做遮个代志？就做咧。知影保罗讲，知影毋通做的代志去做，知影做的代志应该做的代志拢无做，迄就是我啦。我吼读前几日咧读册时，读到尼采，德国迄个哲学家尼采讲一句话，伊讲吼，我用北京话读，华语读较好当讲。伊讲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讲这个迄个第一艰苦的时间，就是别人毋知你，别人对你无了解袂要紧，你家己对你也无了解，迄是第一惨的时阵。我真正经过迄阵，我有时啊，老实讲，嘛互人冤枉。我有迄个，毋是我做的吼，人话我做。你敢知影？你要甲人证明你无做一样代志，是足歹证明的呢。人讲你做，你无做，所以我嘛受人冤枉。我有时感觉足孤单，迄个天黑日是足孤单的。做事的人讲，人真侪人看我做奇怪，毋过上帝，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无人了解我，连我家己都袂了解我，敢若上帝知影。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伊伫第八节讲，我的嘴要充满对你而好。无人了解我，上帝了解我。我真费累，上帝还佫赦免我。我常常甲人讲，恁若捌我初中的时的张心日，恁无一个会相信伊会做牧师的。我真正是感觉，所以我第八节之前所讲的话，我真正真心经验，我的嘴充满对你的称赞，规日规阳光互你，我无影规日规阳光互上帝啦。
我做真济无用讲上帝诶代志。啊，甲伊第90，讲我到年老诶时，求你毋通放杀我；我开力水浪诶时，求你毋通离开我。少年诶时，无人了解，咱还佫有法度；年老诶时哦，孤单还是一艰苦诶代志。但咱要佫看第13到13章以前哦，我要介绍一本册哦。这本册是一个叫做 David Brooks 写诶册，叫做《The Second Mountain》第二座山。伊这个David Brooks 吼，伊是真出名诶人。你若去 Google 去找伊吼，伊写足侪物件，文章册。伊是 New York Times 诶专栏作家 ，columnist， 所以伊写足侪物件。伊吼少年摕到 PhD， 安尼写真侪物件，啊，常常互请去讲演，啊，出版真侪物件，啊，当然趁足侪钱。到伊50几岁时吼，伊甲伊诶某离婚，为着啥呢？为着甲伊一个20几岁诶助理发生关系，离婚。对遐开始吼，伊当然离开伊诶某，啊去娶一个少年诶，迄是伊家己做诶代志，迄无话讲。总是伊甲迄个20几岁查某囡仔做伙生活了，才知影讲，迄个某实在是足好诶，总是拢伤慢啊。伊吼开始想伊诶人生，伊写一本册，伊讲咱诶人生内底吼有2座诶山。第一座诶山吼，我伫遐写是个人主义。咱拄仔开始出社会，拍拼事业，拍拼要结婚啊，饲囡仔家庭，咱会真拍拼经营家己诶代志。这，大家拢共款。总是伊讲，伫即个中间吼，咱会拢总为着我家己，为着我家己诶将来，为着我家己。想尽办法，名声、钱财、地位，买厝、买车，拢就是为着个人啦。第一座山就是个人。伊讲伊像伊家己哦，到有真成功。伊写诶文章，《New York Times》要甲伊刊，你甲想看卖？伊真成功，总是伊婚姻失败了，伊开始反省家己。我安尼感人生敢是安尼啦？伊开始想人生诶代志，所以伊写讲人生到一个程度，爱第一座山无毋对啦，总是毋通干那伫第一座山。伊第一座山了，你爱想另外一座山，是第二座诶山 ，Second Mountain， 就是我翻做关系主义 （relationalism）， 我找无搁较好诶翻译啦。关系主义，伊迄个关系是讲，第二座山你爱追求，甲别人为着别人活，毋通为着家己活。伊讲了，第二座山诶人诶生活，爱 commitment， 规心，你规个，你用尽你诶心，用你诶性命，安尼注重遐个代志，啊，注重啥物代志？伊诶册内底有几4项，头一个是使命感，使命感是 vocation， 毋是事业，是志业，哦，毋是 job， 是你要做迄个 vocation， 迄 vocation。搁一个伊是讲婚姻吼，迄是婚姻的英文是 spouse， 伊在 commit 一个 spouse， a spouse。就是伊家己婚姻出问题嘛，伊讲你爱对你的配偶、你的夫人啊，还是你的丈夫委身，真正 commit， 好歹 commit， 啊，搁家庭，这是一个伊讲 a spouse and family， 啊，搁一个是伊英语是写 philosophy and faith， philosophy 是迄个哲学。
我甲分做价值观。philosophy 哲学哦，哲学就是生活的哲学嘛，你的生活的哲学就是你的价值观。所以我甲分做价值观。了后，有个是伊讲到信仰，伊本来是犹太人，本来是犹太教，后来伊接触基督教，伊变做基督教。所以伊讲的吼，真济我无读几本册，我敢若读真济 book review， 人写的 book review。我咧看伊拢无讲着上帝，嘛无讲着耶稣，总是伊讲的甲耶稣讲的真共款，拢总真共款。咱爱有信仰，上尾啊，伊讲 community， 我是反做社会团体，都是为着别人来服侍人。咱出世，人生毋是干那第一座山的目的来了，爱爬第二座山，第二座山是啥？我用即个做底吼，咱来三甲看第10节开始吼，第10节开始，咱来对第10节看到第13节吼。第10节伊讲吼，因为我会对着议论我，当咱要害我的性命的人参详，讲上帝已经甲伊放杀，当来对伊来掠伊，因为无人要救伊。上帝啊！求你毋通放我毋插我，我的上帝啊！求你赶紧来帮助我，愿控告我的人拄着见笑灭亡，愿计谋要害我的人受凌辱闹亏。你读即几节，即个诗人吼，在描写伊的第一座山敢是？伊咧描写伊的第一座山，为着要拍拼、要建立哦，伊有对敌，对敌拢要爱治伊的性命，伊走投无路去拜托上帝，讲你爱甲我救，你爱甲我帮助。上尾伊甲上帝讲哦，愿你控告我的人拄着见笑灭亡，愿计谋要害我的人受凌辱闹亏。迄个求上帝互人见笑灭亡，是台湾的号做祈祷互人去死，敢是安尼？迄是真严重的代志呢。你读即个，我头，你有感觉？伫遮伊拢讲我，上帝啊，对着要攻击我，你为着我，遐个人你着甲看个灭亡。互伊闹亏，入去拢为着我，迄是特别个第一座山敢是。我要用我一个例甲恁讲起来是无应该，毋过我是真正是安尼。你知我有化疗过吼，化疗过了，我的骹足无力个，行伫骹，我伫化疗的中间，逐摆化疗吼。痛风咁行起来，所以我穿鞋足歹穿的。有一段时间，几来年穿鞋足歹穿的。我一直甲阮某讲，这鞋拢爱等你送。我这足歹穿的，穿着拢骹会疼。我今仔日穿即双鞋吼，几年前嘛伫乌名档的内底，我无甲弹出去。我即马骹好去啊，即马我知影。毋是鞋的问题呢，是我家己骹的问题。我拢落鞋啊，迄鞋仔拢袂讲话啦。我甲落伊袂要紧啦。毋过认为这是咱每一个人常在做的代志，敢是？拢别人毋对，拢嘛是因，拢是我的对敌要计划要害我，拢是因的问题。我无代志，上帝你都爱帮助我。甚至求上帝讲，互伊灭亡啦！因为这实在真过分，敢是？总是吼，这个事情吼，也是有信了，也是有信了。咱来看第14节到第16节，伊第14讲吼，第14节讲，毋过我要时常仰望你，人要害我，人要叫我要害我咩？
毋过我要时常仰望你，要一直称赞你。虽然你的公义，你公义的所做，甲拯救的作为算袂了，了据我的嘴，规日要宣扬。我要讲起至权上主大权能的事，简单要宣扬你的公义。你有感觉伊对迄个我变做想着上帝的公义？这是我的相信。我相信伊的信仰，互伊知影讲，互伊发觉着讲，我袂使直直求上帝，将我的对着拢甲刣互死，我就无代志。上帝有是听的上帝，上帝听你无毋对，总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做代志爱照公义来，然后伫上帝公义的判断，有时啊，伊伫拄啊咱所讲遐对着的毋对，无拄拄是对着的毋对，有可能是我家己的毋对咧。上帝若照公义要款待我的时，我安那会互上帝修理呢？伊一定捌叫上帝修理着啦。伊发觉着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对迄个第一座山甲扭落来，你袂使干那。上帝毋是你的拍手。张圣伊叫上帝就爱对付什么人？照上帝的公义，伊袂听我祈祷啦。啊，咱即落祈祷也免祈祷啦。总是咱出伫自私，咱就是会啦。上帝圣神互伊去知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伊即马。有较 mellow down， 有较感觉上帝。当然，伊一定是人生换咱拄着挫折，总是伊反省家己。人生会拄着我咧读册的时候，刚入大学的时，才看到一首中国的诗哦，辛弃疾做的诗哦。这首诗恁大概真侪人知影才对啦吼。这是用华语读的吼。少年不识愁滋味，你知影这首诗嘛吼？讲少年的时，毋知影忧愁是啥物代志啦。吼，第一座山，啊，爬愈悬啦，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啊，为着要作诗吼，就明明无遐尼忧愁，就讲甲偌忧愁、偌悲伤安尼。爱用假。啊，然后了，已经知影忧愁、苦闷是啥物款滋味，要讲袂出来啦，要讲袂出来。啊，上尾啊咧，上尾啊句，干那讲天气遮尔冷，无话通讲就讲天气啦。因为这是一个诗人写真水的一首诗啦。总是你甲拄啊，我讲即个诗人，即个有信仰、知影上帝是公义的即个诗人来做比较的时，写即首诗的人，我拄着遮尔忧愁、遮尔侪问题，我嘛毋知影是安怎，讲袂出来。总是至少即个诗人知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随望对我想起来。对我是损失，总是上帝照公义做代志。伊袂为着我的私心，做我的拍手去对我的对敌无公平。这是真要紧的信仰关系。搁落去吼，第17节到18节，我看这篇诗篇，我感觉伊咧讲的老人的祈祷应该是。强调的即两层，上帝啊，对我少年的时，你就教示我；现在我要得保养你奇妙的作为。上帝啊，到我年老头毛白的时，求你毋通放杀我，互我通将你的气力传互爱下代，
将你的大观念指示将来。这真正是老人的祈祷梦想。伊讲我对少年的事，你着教示我；少年的事，互上帝教示。我捌读到一个故事，我感觉这个故事会当甲咱说明上帝安怎看顾咱，安怎教示咱。两个人哦，伫一间教会内底，因咧做见证。头一个去做见证，伊讲哦，我少年的时候，啥物歹代志都有啊。我食毒、啉酒，逐项拢来，总是上帝听我。上帝救我，通过耶稣基督感动我悔改。我即马伫教会内底，我遮做见证上帝的作为，真好的见证。第二个起来讲的时候，伊讲哦，我吼少年的时的经验哦，无亲像拄仔迄兄弟遐尼精彩。阮老爸是教会的长老，阮老母咧教主日学圣歌队。我对细汉就去主日学，我毋敢讲拢袂做毋对啦，毋过无啥物大代志。我嘛毋捌甲警察去出代志，拢无。甲头前迄个兄弟完全无共款。总是我安那感谢上帝。伊讲上帝吼，对头前迄个兄弟，上帝是上帝对黑暗的中间救伊出来 ，save from。我咧对少年，上帝 keep 我 from 遐代志，听我意思。上帝咧教示咱少年的时，我活倒转去看，我两项拢有咧，学起来我嘛有。我嘛感谢上帝，我是牧师囝，伫教会内底，我还阁毋捌去警察局，还阁毋捌毋捌去确着法律。总是你毋通想讲我拢无做歹代志，但是做一道，我就毋知。上帝恩典拯救 save from， 上帝恩典 keep from， 互咱袂去目对遐物件。这个是咧讲的，上帝恩典真奇妙。所以伊讲，我还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我做牧师较有迄个机会。食到遮个话，还佫会当有机会通讲道，甲恁分享信息，这真感谢的代志。总是咱教会来吼，我知影即摆少年人无一定要听老人讲话啦，这我知影。毋过伫适当的时候，我相信老大人的经验真侪通做这个少年，这个少年人会听老大人的讲句。行歪路的迄个会加较省事啦，真正是安尼啦。总是我伫少年的时，我嘛无安尼想啦，这是实在的代志。伫少年时，我嘛无安尼想啦。伊讲吼，上帝啊，到我年老头毛白时，求你毋通放杀我，互我有几力，我健康啦。这咱逐个拢真忙。我头毛白时，求你毋通放杀我，我有几力，通将你的几力传互下代，将你的大观念指示将来啦。即摆我会信任我的囡仔来，我甲因，我拢毋捌甲因讲即个代志，我甲因分享，我甲因讲，我吼有一项物件要甲恁分享，我甲我的囡仔分享。我讲，我这是咧收水的时，伊想出来的代志。我讲，这叫做收水的神学啦。这甲信仰有关的。我伫威尼伯的时候，我去威尼伯以前，我已经收水做了4、5年啊，所以我收拢收
一间公车安尼收，收4块尔。我去遐的时候，我大个阿拍内底有一窟水面铺，22公尺尔啦，即讲若是不遮。我一日去吼，安尼收收差不多50纸啦。我逐日安尼收。拄仔去的是无啥人捌我，因甲看我安尼收，都真济拢伫遐咧浸咧遮。因甲我较熟悉了吼，看到我去收水的时候，因一寡人就讲 The shark is coming， 讲鲨鱼来啊啦吼，逐个就闪去一边，因为我拢收迄个冷迄个所在，因拢闪去遐。我吼感觉好笑啦，不过嘛感觉真爽快呢吼，足有成就感的。你看，我收的时候，佫会起眼，边仔的人会去互应着吼。我嘛看好，我真正是真不得了的吼。看呢，有一早起吼，我去收水时，我一个啥拢无人，我收我应该收得了，我嘛看咧演。我收了爬起来，身躯七七的吼。我活倒转去看迄个水面部，平，我拄啊遐演拢无用。我真正悟着一项代志，我甲我的囡仔讲，我悟着一项代志，你伫世间无论做啥物代志，你为着啥物伫做这项代志？我去收水。是要互人看讲你身躯真凉，你真好收水。你收水影遐尼大。我甲你讲，水面铺愈细困，影愈好做，敢是？我甲你讲，咱就为咱感觉咱真了不起，可能你的迄个水面铺也毋是真大可能，你才会看到遐济影。伫你的边仔人，你做影愈大，会互因会去招引着因，这有影。总是毋免想，我甲阮囡仔讲，毋免想过感觉家己活了不起，无啦。我起来了，迄个水也拢平去啊。我咧运动是为着我的身躯，是为着要互人看。做代志拢共款。我甲我的囡仔讲，这叫做 theology of swimming， 受水的神学。我以前毋捌甲因讲这，即摆来，我这甲囡仔有机会通讲真济，以前毋捌讲的话，我感觉真宝贵。我甲囡仔讲这是我收水收出来的物件，这毋是我对倒去读来，我甲恁两样，迄类将上帝大权力指示将来的人。过落去吼，对第19节到21节，上帝啊，你的公义传到诸天，上帝啊，你有行伟大的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互我经历真济大灾难，还有区要互我搁活起来，对地上深的所在搁起来，你会将尊严加添互我。搁再安慰我。特别结束的是，这个时辰感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俄罗的话啦，这是俄罗的话。你甲上帝讲，你互我拄着大灾难，总是你互我搁徛起来。我无拍倒。若安尼，你互我有尊严，你搁甲我安慰，这是伊对上帝的感谢，伊讲出来的话。上尾啊，22、29、24节，伊对上帝的恩典，伊的报答是安怎？伊讲：我的上帝啊，我要单色称赞你，称赞你的信心。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单琴称赞你。我是你所救赎的，我要用全生命大声唱歌称赞你。我的旨要规日讲起你的公义，因为假冒
要害我的人已经受凌辱见笑。伊伫遮，伊头仔几节学了上帝恩典，对伊的恩典。伊遮是讲我要安怎报答上帝恩典，为即款的道理，我想恁伫感恩节是常常咧听。基督徒的生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反应，即个作者伫遮反映上帝的恩典。有圣经学者讲哦，即首诗有可能是来必做的。我读干嘛感觉可能是总是无写。我甲你讲啥话是？因为伊讲哦，我要单色，我要单琴，无道理。代笔单琴甲单色，咱拢知影伊即个。佫一项伊讲哦，你有互我拄过大灾难，哦，伊做的是代志真济啊！哦，伊所拄着，伊嘛去抢别人的某，死囝，伊的囝押沙龙反叛伊，伊做老爸毋敢甲囝相抬，走互囝掠，到尾因囝战死，应该是伊赢，伊的对敌师为着伊的囝，伊足悲伤的，伊有影拄着大灾难的，哦，伊讲伊要用，你甲看伊。这真有即个圣经学者是讲，即首诗若代笔写的，有可能是互押沙龙反叛了写的诗。伊伫遮讲吼，因为计谋要陷害我的人，已经受凌辱见笑。可能是即个代志以后，伊所写的诗。我今仔日用即个诗，即个诗篇，甲咱大家三个分享。是我家己的信仰的经验，我伫遮甲来分享。我真正是感谢上帝，我真正是感谢上帝。即马甲咱来分享，用安尼，愿一切荣光归于上帝。咱来先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恩典教育万年。虽然阮亲像保罗，有时身躯有刺。真麻烦，毋知要怎样。总是阮知你的恩典到了万年。你互罗卜即个人生80年久所经验的一切，阮伫遮分享。阮相信，阮每一个人，若要回顾阮过去的日子，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不是亲像诗人讲，缀阮到世人。主，阮感谢你。求你互阮搁较确信，你是阮的上帝，亲像诗人，无论拄着甚物境遇，欢喜倚靠你。祈祷